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的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5号，这一期咱们再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这个《华夏时报》它有篇文章就是昨天呢，它报道了恒大员工追缴佣金，还有这个退薪的一些细节。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华夏时报》是怎么说的。他说，恒大前员工张华向《华夏时报》记者透露，近日恒大部分离职员工相继收到通知，被要求配合完成理财产品佣金或推荐奖励退缴工作，自己就是其中一个，离职快5年了，被要求退还1900元。据了解，这1900元是张华任职恒大期间推荐近20万元理财产品的奖励。他在2020年4月便辞去恒大的工作，之前的恒大担任的职位是地产集团下某城市公司行政主管兼副总经理秘书。在他任职恒大期间，被公司要求向其他人推荐理财产品，不是帮公司销售，是下达考核任务，完不成牵扯到单月个人工资，每个人被指标，每周都要部门通报排名，就是全员营销。这个咱们以前都说过了就是为什么说恒大的员工比较冤呢？就在这儿，就是他跟工作是挂钩的，不光是恒大理财的，就是恒大所有的员工他都有这个推荐推销理财产品的这个指标。他说，不过对于退还理财产品推荐奖励的事情，张华觉得挺无语的。他表示，员工当年也是作为职工，公司下达业务指标，奖励是员工在工作期间按照公司要求完成后给予的报酬，而且重点是奖励当时已经返点给购买人。那这个就属于他不懂法了，要求退还是天经地义的。这个刑事责任呢可免，但是你钱是要退的。据悉，此轮退缴主要针对恒大财富旗下理财产品过完的佣金收入或提成推荐，恒大部分在职及离职人员陆续收到相关通知。另外，据其他媒体报道，恒大集团总部和各地区公司高管此前收到的部分工资奖金也需要退还。说11月28号下午3点，张华收到了仍在恒大工作的人士发来的通知，被要求退回当时推荐恒大理财产品奖励的钱。除了张华之外，他之前在恒大的同事也收到了相关的通知。张华收到的通知中这是当时理财推荐奖励情况，深圳经侦定义为非法收入，需要退回，退款到名为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公证处10号的账户，汇款要求备注具体部门加上姓名。他说，这个退还金额是直接通知我的应该算少的，因为这个刚开始半年我就从恒大辞职了，我当时大概是成交了20万元。张华说自己被要求退回。我在以前的节目说了我认为这个恐怕是许老板一个人扛下了所有。你看他这个不是经侦给员工发的，是公司给员工发，完了之后发了这个公证账号，也就是说这个公安部门没有对这个恒大财富的员工或者恒大集团的那员工把他认定为犯罪应该这么理解就是所有的责任许老板自己一个人扛，大家退钱就行了。这个跟那个中职不一样中职那很多人叫退回佣金，然后免于或者是什么酌情减轻这个追究刑事责任，应该这么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张华之前并不是恒大财富的员工，而是地产集团下某城市公司行政主管兼副总经理秘书。在他任职恒大期间，被公司要求向他人推荐理财产品。张华推荐成交的20万元理财产品里，有10万元是其母亲帮他完成业绩购买的。关于这10万元理财产品的后续情况，张华还提到，就买了1年，到期就返了。据张华了解退回理财产品过往的佣金收入或推荐提成应该牵扯恒大集团旗下全部系统的员工，但是有文旅集团、汽车集团、物业集团应该都牵扯了，这里面水肯定很深，很多人包括员工应该投了很多钱。有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此轮针对恒大财富旗下理财产品过往佣金收入或推荐提成的退缴，并非强制要求。追缴通知中表示，是否退回请个人根据案件涉及风险自行判断。你看看我刚才说的现在为止经侦还没有对他进行，相当于在公安定性之前你退了，那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他张华则表示，给他的通知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为强制性要求退还金额，也没有提到是否退回请个人根据案件涉及风险自行判断。张华向记者表明，不会退钱，除非收到真正经侦直接联系，全力配合。恒大这种操作让人感觉是没
没钱退了，想起来以前离职员工还能捞一把，这个确实啊，对这个员工来说啊，你给恒大退总感觉不踏实，你把钱退给他，他又这个挪用了，又扯不清啊。这个恒大财富啊，未兑付本息应该是300-400亿，这个恒大财富被立案侦查也1年多了，到现在恐怕要到收网的时候，也就是说马上就要定性了。那在定性之前啊，这些恒大财富的员工退钱，那性质不一样。12月4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7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2.8亿余元。这恒大确实已经死透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万达，万达现在是麻烦不断呢。12月4号，万达商业地产4亿美元债展期，投票结果已出炉，截至电子同意截止时间至2024年12月3号下午4点，已收到合格债权人代表占未到期债券总额96%有效同意指令。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万达商管有4亿美元的债务通过了展期，这是澎湃新闻报道的，也就是他没钱还，你只能展。12月4号，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1.2亿余元，涉及合同纠纷案件，执行法院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万达地产集团啊，截止到现在有39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4.9亿元。这是万达，还有一个就是万科。现在网上有很多传言呢，万科是内外交困，外面有合作伙伴举报，内部呢好像有员工也在举报，形势不妙啊。如果这一轮救市啊不成功，对吧？到12月份楼市继续低迷，成交啊又回到以前轨道，那么明年啊什么万达、万科还得爆啊。咱们以前就说了啊，这些救市措施啊只是延缓，它并不能解决开发商的问题，化不了开发商的债，那只有韭菜能拯救开发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现在虽然救市一轮又一轮，但是开发商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难过。你看万达日子好起来了吗？万科呢，对吧？他们11月份的销售比10月份又是下降很多。你比如说碧桂园啊，11月份销售30亿，同比减少50%，环比就比10月份呢下降30%。你说碧桂园好得了吗？这个绿地集团、花样年啊都有这个强制执行啊。最近网上在流传深圳一个知名开发商老板跳楼自尽，这个开发商老板跳楼自尽一般都是债务问题，债务窟窿太大，解决无望，就选择啊自尽。今年的春节啊比往年要早一点，年底要账讨债那是咱们中国的传统，你讨债要了钱回家过年呢。那个杨白劳喜儿对吧？那个黄世仁也是过年对吧之前去要债啊，所以啊到了年关这逼债的就多，这些身陷囹圄的这些房地产开发商这老板有的走投无路啊，就只好啊走了绝路。化债的钱呢到这些民营开发商手上恐怕还要时间，而且能到多少的都是个问题。所以这些开发商这些包工头啊年底顶不住了，对吧？这些因为这个今年春节早嘛，所以说这个今年年底啊要账的高峰期就来得早一点。农民工找包工头要钱，包工头找开发商要钱，对吧？或者找施工队要钱，施工队找开发商要钱，开发商没钱，因为他房子卖不掉。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几个央企建筑企业，对吧？第一个是中国建筑，什么中铁、中建，这些央企它的应付账款加到一起就6万亿，那他这6万亿欠谁的？谁又欠他的呢？谁欠央企钱？你比如保利啊，12月4号，保利发展公告称，11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138万平米，同比减少17%，签约金额240亿元，同比减少25%。保利11月份是这个成绩，对吧？签约面积、签约金额同比都是减少，这么减下去，它的现金流够吗？房子越卖越少，债务是眼看着一天一天的到期啊，要还呢。这个华润置地拟发行20亿元公司债。这12月4号，华润置地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其2024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在深交所上市。这个华润是央企啊，缺钱，对吧？现在开始发债，央企发债，说明还是缺钱呢。我们再看这新闻啊，叫火热银石之后，佛山楼市成交快速降温。佛山中原研究中心数据显示，11月佛山一手住宅成交4658套，共56万平方米，成交面积同比增长36%，环比下滑28%，均价17350元每平米，同比下滑22%，环比涨3%，以价换量趋势延续。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山这儿可以明显看到11月份新房的销量已经开始下滑。这些能级比较低的城市啊，首先咱们看到的它是10月份
份有个高点之后啊，11月份就开始下滑，12月份恐怕就要回到以前的轨道上。那些能级高的城市，你比如说佛山旁边的这个广州，对吧？广州恐怕比佛山要晚一点，12月份你看见它下滑，实际上广州它已经在下滑了。作为4大一线城市啊，广州是排在最后一个。那广州楼市的走势啊，实际上就预示了北京、这个上海、深圳恐怕也差不多啊，除非又有新的救市措施出台，否则的话，它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无非就是时间晚一点。最近啊，很多这个经济专家学者啊，就目前的经济形势啊，纷纷的都大胆的出位的发言。这个高尚文呢，他就直接说了，这个数据啊背离，也就是统计局给出来数字对不上，认为这个 GDP 啊高估了3%，实际只有2%，失业的人数有4700万对不上。现在是经济危机，不是什么产业升级带来的阵痛，这个一时即千层浪啊。这个东北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呢，也是开了一炮，关于化债，关于投资，对吧？基建大基建呢，我们引以为傲的什么重大工程，很多这个在大山里面造的桥，那确实很宏伟很壮观，各大城市啊都纷纷的申请修地铁搞基建嘛，靠这个来拉动经济拉动 GDP。 关于这个付鹏他也有一段说法，大家看视频啊。现在中国的这个基建狂魔这个称号啊，我们真正其实里边最关键的是那个狂和魔，就是第一呢，对投资拉动基建这件事情魔怔了，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万能的。第二呢是大家认为西方社会不会干基建。哎，你千万记住一点，不会干跟不能干是两回事儿。伦敦的地铁有尿骚味儿，纽约的地铁跑老鼠，这些新闻对不对？完全正确。哎，我来告诉大家，10几年伦敦生活，地铁真的有尿骚味儿。但对方是不会修地铁，还是不会修高铁，还是不会修铁路，还是不会修公路，还是不会修大坝？如果你认为他不会，然后你再传达给领导，告诉领导啊，美国人是不会，我可以告诉你，误国误民就是从这儿来的。对方可不是不会，对方是不能做。关于大基建，这美西方它不是不会，不是没这个水平，而是它不能。我理解的啊，为什么不能呢？恐怕还是成本的问题。就是说这不赚钱，这个西方这些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他国家如果掏钱，比如说修高铁，那国会恐怕也通不过啊。再说他国家没钱呢，你看这个美国人马斯克上来就要削减这个政府的预算，对吧？要裁员，不就开源节流吗？就是没钱呢，特朗普他要加税，加税就是要多赚钱，就是开源。这边呢，马斯克去裁员就是节流，叫开源节流。所以说你让他掏钱去修高铁，怎么可能？那好了，按理来说你这要赚钱的话，私营部门企业可以啊，那企业为什么不修呢？因为成本高，不赚钱，人家才不做那冤大头。那咱们这儿呢，对吧？这个钱投下去，修的是很漂亮，是厉害了我的国，是很激动人心，但问题买单你就痛苦了，对吧？你现在如果你感受到不舒服，你感受到失业降薪，你对未来没有信心，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在变相的为这买单呢，对吧？你在喊厉害了我的国，你在喊这个激动人心壮观的同时，你实际上在买单呢。你要买单，你不买单谁买单？最终还是大家一起买单。很多大桥，对吧？很多高铁它都在赔钱，你修了之后运营还要花钱，还要赔钱，就是个无底洞，不停的往里填钱。就像那个贵州的水丝楼一样，你那玩意儿修了谁去啊？以后运营的费用你能赚得回来吗？现在消费降级，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就是出街不花钱，所以你想指着这些来赚钱很难，靠这些来收回成本基本上不可能，那不就一个大窟窿形成了吗？那我们都要买单。这个每日经济新闻说啊，多地房贷利率开始上调，杭州、南京等地房贷利率突然掉头向上，业内称与舆论倒逼有关，需特别关注。新增贷款基本都在回调，成交量很大，很难想象在南京一个成交价最高超8万元每平米的豪宅盘能硬生生卖成流量盘，从之前的2.9%上调到3%，12月1日开始又上调到3.1%。谈起近期杭州商贷利率变化，某大型地产公司工作人员感叹道近期有消息称，杭州、南京、宁波等地商业银行纷纷上调首套、二套房商贷利率。据中指研究院不完全统计，目前浙江、
江苏等多地，以及广州、佛山、福州、厦门、长沙、武汉、青岛等城市均上调首套、二套房利率下限，部分城市首套房利率最低水平已上调至 3.1%。广东省城乡规划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表示，近期包括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和银行降低房贷利率在内的调整，很大程度上与舆论倒逼有关。目前这些城市房贷市场已经企稳，交易量有所扩大。对于银行而言，随着市场的稳定，他们认为有必要将房贷利率恢复到正常状态，设定一个合理下限，涨价去库存呐，涨价了倒逼韭菜买房，无非就是这一招啊。所以我说，除了刚需房，你刚都不行了已经，你才去买房，否则都等，不要急着买。刚需房你有钱，对吧？你甚至全款买房，哎，这种可以买啊，这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啊，就是反正你那钱啊，你不买房，你十有八九也会别的给它作掉了，早买早享受。虽然你是刚需房的啊，其他的你还借钱买房的刚需房，那就不叫刚需房。总体上啊，你能等就等，就是忍。什么银行的房贷利率上调，对吧？什么房价上涨，这儿房子火爆，那儿二手房火爆，那都是为了制造焦虑。如果你是抱着这种心态上车啊，买房，明年恐怕就要后悔。明年这个时候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啊，银行上调利率，说明银行经营压力非常大。日本啊，很多这个银行啊，首套房按揭贷款利率都是0.点几，不到1%，咱们这还3.1%，说明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那银行为什么不下降，反而还上调呢？就是银行自身的经营压力非常大，这属于顶风作案。你只要知道啊，这个3.1%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对吧？当明年这个银行的存款利息继续下调，对吧？当明年啊，韭菜对吧更加不愿意买房，其他的韭菜因为这个存款利率更低啊，所以这个就显得这个按揭贷款3.1%啊比较高，所以他就玩命的攒钱，又去还银行，把这个存量按揭贷款还掉。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被逼啊要继续要下调存量房以及这个首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他没办法。为什么房子卖不动？其实真相很简单，也很扎心啊，就是最近网上流传的朝气蓬勃的老年人，死气沉沉的青年人，生无可恋的中年人。不是大家不喜欢房子，不是年轻人不要房子，老年人有房子他不需要买的，年轻人没房子，实际上年轻人需要房子，就是没钱。虽然现在政策条件好很多，对吧？利息首付各种优惠，房价也便宜了一些，但是啊，韭菜的收入还是不堪入目啊，买房的人还是少。这是咱们一直絮叨的，咱们节目一直说到，一个是韭菜对未来收入没信心，第二个韭菜对房价也没有信心。也就是说，你现在还说房价未来还要涨，韭菜不信，你涨谁来买？这个富鹏说啊，房子如果纯换手，就是来买去，那到底是什么个东西呢？富鹏说，我200万买的房子，600万卖给年轻人，我拿走的就是年轻人未来40年青春的当期现金折现，我可以为我的未来40年潇洒。年轻人背上这40年的债务，他来还。如果没有收入的增长，他要硬，他就是失去的40年。说我啊，替他多活40年，就这么简单。这股票也是同理，也就是说，你抛出房子原有的住的功能，或者是股票也一样啊，对吧？股票你是200万买的，600万卖给别人，那房子也一样，你200万买的，你指着别人600万买，问题是未来谁能出600万买你这房子呢？这人在哪儿？这人都是干什么的？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他也明白了，这个时候你让他接盘，谁来接他的盘？所以大家都不相信这房价还能涨，你再加上人口在下降，对吧？这个是达摩克里斯之剑呢，再加上工作不稳定，对吧？现金流不稳定，那年轻人凭什么轻易的背上房贷？所以说来说去啊，你还是要等到这个经济啊全面走好，也就是韭菜的收入稳中有升，而不是稳中有降。房价就不指望它涨，但是它基本上也跌不动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恐怕楼市啊才能稳住，对吧？大家才会去买房。所以在韭菜收入没有显著提高之前，你要说楼市止跌回稳，那个要打个大大问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